宣调，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伊就要高升恁。亲近上帝，伊就要亲近你。人对我讲，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兄弟姊妹，咱大家请这个时阵备办好咱的心，来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亲爱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你是全世界的盼望。恳求主你来看顾所有的受造者，怜悯阮的这个民族，对最后中来拯救全世界，来保佑阮的国土。恳求主你来阻止一切侵害着幸福的这恶势力，互宗教甲德行会当日日昌盛。也恳求主你来祝福阮的国家的政府甲执政总管者，互伊会当尊敬主、听百姓、清廉奉公、国尽所有的。恳求你也赐落稳定。互全部总统府务因的这个肺炎的病毒得到医治，也恢复健康。所有文武百官，互因永远会当尊坦圣经的教示，会当尊坦上帝的旨意，互全国的百姓得到主你的疼惜甲保护，互我的国家会当伫上帝的公义内面。为着全世界的促进和平，也恳求上帝来祝福这回美国的总统的大选。但今日我们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日所有参与伫网络礼拜中的兄弟姊妹甲乡亲，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将这上帝赐福的一个管道。但随望美国本土的肺炎的病症，还阁无减少，恳求主你继续保守、保护阮的健康，互阮会当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，继续做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求主来清起罗卜的嘴。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思意念，互阮今仔日有一个得到稳定的日子。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但以理书10章第1节到14节。第1节，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代志显明，互称做必提沙撒的但以理。这个事是真实，关系大高深。但以理通达这个事，明白这个异象，
迄时我但你哩游文372期，好诶物我无食，肉甲酒无入我诶喙，也无用油抹我诶身躯，直到满372期。正月24日，我伫希斯格大河边夜目咧看有一人身躯穿幼细布的衫，腰下有发的合金，伊的身躯亲像黄玉，面貌亲像细纳的款，伊的目睭亲像火白，伊的手甲骹色地亲像磨光的铜，伊讲话的声亲像规身人的声。这个现象只有我但你哩一人看见，因为甲我伫世的人无看起迄个现象，敢若摇摇带走去味。剩我家己伫世，我看见这个大异象，身体拢无力，搁我的水色变歹，到拢无力。总是我听起伊讲话的声，听起伊讲话的时，我趴落地，面趴地就困长眠。看有一只手摸我，互我用骹头乌甲手掌搭伫地面咧踹。伊就对我讲：“大大得到宠爱的人等你啊！你着明白我甲你所讲遮个话，起来徛，因为我当奉车到你遮。”伊对我讲即个话，我就徛伫疑喘。伊阁对我讲：“但你啊，毋免惊，因为对你头一日专心爱明白，阁家己谦卑伫你上帝的面前的时，你的话已经得到听见，阁我因为你的话才来。但是波斯国的人军阻挡我21日，看有大人军的一个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伫遐，甲波斯遐的王说阵，当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你的百姓日后所要拄着的事。因为这个异象要顾关系岁日，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困难。阿们。亲爱的圣神，阮欢迎你来。愿你早时降临伫大明王心上，你敬拜俄罗的神，但今仔日也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但阮现在要来到主你的生活作节目，要来欢喜快乐、拍鼓跳舞，来敬拜俄罗你的大尊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深深记住我的心，我的心要阿罗你。深深记住我的心，我的心要敬拜你。深深记住我的心。我的心要阿罗你，
台北的舞。耶！真是几日我的心，我的心在哪里？真是几日我的心，我的心在哪里？台北的舞，从我一路的舞，上帝家己来到台北的舞，到底家己来到台北的舞，上帝家己来到台北的舞。亲爱的圣神，我欢迎你来。愿你早时降临在代表心上，你敬拜乌罗的心，然后今仔日也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但我现在免来到主你的心不足前，免来欢喜快乐、拍鼓跳舞，来敬拜乌罗你的大尊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真是几句我的心，我的心在哪里？真是几句我的心，我的心在哪里？真是几句我的心。亲爱的乡亲、师大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伫这个海外的宣教师发现，有的所真容易来传福音，总是有的所在却是这个福音的这个硬途真歹传，信主人真少。偏偏这个传福音呢，为什么有这款的差别呢？所以有真侪这个宣教的机构，连拢努力要找出超出这个原因。有一个机构伫南美洲咧宣教，伊发觉最近10年来，巴西教会成长真紧真紧，就是伫隔壁国，这乌拉圭呢，所一直伫这个原地咧站脚步，教会拢无成长。因为一个宣教师讲到伊一个真奇妙的这个经验，
当时伫即个巴西甲乌拉圭中边界有一个小乡社，即个小乡社伫迄个山顶分即个福音传单。迄个小乡社一条即个街路，拄拄是即两个国家的即个分界线。即边是巴西，即边是乌拉圭。伊发觉伫乌拉圭即边的人，无人要信主，无人要接受即个福音传单，总是伫巴西即边的人却是欢喜来接受。伊阁发觉到，本来伫乌拉圭即边拒绝福音传单的人，如果伊若行过即个中间线来到巴西即边的时，所改变伊的即个态度呢，伊肯接受即个福音传单，甚至干脆倒下。所以就会引起伊的真大的好奇心。伊试验几若遍，拢总是得同款的结果。后来，这个宣教师为了这个代志来祈祷的时，圣神提醒伊，主耶稣伫这个马可福音3章24节讲过一句话，讲主耶稣讲，无人会当入去名人的厝来劫伊的家伙，就带先捆绑迄个名人。然后才通劫伊的厝，这个名人就是代表黑暗的掌权者，这个黑暗的掌权者，是不是有可能伫巴西这边的名人已经受捆绑，就是伫乌拉圭这边的名人犹原得掌权呢？当一个人经过迄条街仔路的时，伊就对这个乌拉圭的黑暗的势力来出来，进入去一个无这个黑暗势力的所在，伊就欢欢喜喜来接受这个福音。但今仔日，咱要对这个但以理的故事来学习，要怎样用祈祷来捆绑这个黑暗的势力，和传福音的工作无去受到这个阻止。但以理书第10章的一开始，咱看到但以理已经禁食21天，伊真伤心。因为伊的同胞以色列百姓受掠做奴仆，搁伫耶路撒冷这个城旁有70年之久。经过21日以后，有一个天才来对伊讲话，讲对你头一日专心爱明白将来的代志，搁家己谦卑伫上帝面前的时阵，但你的话已经得到应允。我是因为你的话才来。但你总共祈祷21天，对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咱通知影，伊的祈禱伫第一天就得到应允啊！就是伊家己唔知影，上帝早就应允伊的恳求，到伫第3禮拜以後，伊才拢拢清楚。那麼是什麼原因來阻止着上帝的回應呢？其實對於解說講吼，這是波斯國的這個魔君。阻擋伊21天，直到上帝另外一個天使或米迦勒來幫助伊，天使才得到這個勝利，突破這個黑暗的勢力，將上帝的啟示傳達到但以理。所以真明顯，但以理知影迄個啟示真重要。這是應該是講迄個撒旦。知影这个啟示真重要，所以偷放伊所有这个军力，要来阻止这个代志。就是伫这个但以理书第10章，天使甲这个撒旦中间的征战是非常的激烈，所以就爱另外一个天使米迦勒来帮助伊。那么伫这段的这个记载。互咱看到几项即个属灵精进的原则，这真要紧吼。咱要三甲来学习的。头一个原則，祈禱伫屬靈的精進的中間扮演決定性的這個角色。但你主動來祈禱，所以天才就採取行動。這個 John Wesley 這牧師伊講吼，基督徒若無祈禱，上帝就袂做什麼。基督徒主動來祈禱，上帝知影咱的需要，上帝會差遣天軍來幫助咱，甲魔鬼來交戰。
咱拢毋是魔鬼撒旦的这个对手呢。咱的责任是干那祈祷尔定，咱用祈祷来参与伫这个天国的大事业。有真侪基督徒拢小看家己的影响力。当咱咧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就要行动。咱若祈祷，上帝的旨意就要成就。咱若放弃祈祷，上帝会感动另外一个人来祈祷。总是你就是放弃祈祷的代价，是将来伫上帝面前，你无法度来交差的。最后说伫约旦河受洗了后，要出来侍奉以前，伊先去旷野禁食40天。犹太人相信这个旷野是撒旦的地盘。最后说主动去撒旦的地盘，无惊下来面对一个决定性这个大征战。撒旦知影这个征战的重要性，伊就用伊的无价之宝，就是万国甲万国的荣华富贵，要来引诱主耶稣。结果呢，当然咱嘛免想嘛知影，撒旦根本毋是主耶稣的对手。结果撒旦失败。伫即场的这个征战，扫清起了属灵的这个空气，替主耶稣未来3年半这个服侍做好了这个铺路的工作，也包括着这个主耶稣基督伫钉伫十字架顶，较赢过死神的关系，对死国王。第一个原则，祈祷要坚持。咱的祈祷若无马上得到应允，无一定是因为咱的祈祷无符合上帝旨意呢，减少是因为天顶有这个撒旦魔君的阻止。想看下呢，这个征战伫天顶已经进行21天，但你却毋知影，伊干那继续伫祈祷尔定，伫到天使出现甲伊讲的是讲得胜了，输赢了，但你根本毋知影天顶还有一场这大征战呢。虽然毋知影上帝是毋是伫听伊的祈祷呢？但你依然继续伫祈祷。有真个祈祷，有真个注重祈祷的基督徒，拢知影，这个祈祷有一个原则，就是 PUSH。P 就是 pray，U 就是until，S 就是 something，H 就是 happens。就是讲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。讲祈祷到代志成就，祈祷到上帝有回应为止。所以咱的祈祷往往就是到天花板就落落来啊，也是讲有达到上帝的这个宝座前呢。咱的祈祷若要达到上帝的宝座前，就爱突破这个魔鬼撒旦掌权的这个区域。亲像，但你的祈祷虽然是受到这个波斯魔君的阻止，到尾就只着坚持的祈祷，魔君就不得不爱投降。第三个原则，天使对但以理讲，波斯国的这个魔君甲希腊国的魔君，伫提醒咱，每一个地区拢有一个邪神伫统治。对亚当伫爱甸农坠落了后，撒旦就有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权柄。撒旦将地面上的国家政府交予伊的手下，无相款阶级的使者来管理。国家有国家级的这个领袖，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领袖。所以伫这个但以理书天才讲到魔君，英语是用这个 prince， 是一个国较悬的这个阶级。这是保罗所讲的，讲执政者掌权的伫空中的邪神。咱通确实，撒旦有派一个使者伫纽约伫做扰乱的工作，也派一个伫负责伫北京，一个伫负责伫莫斯科，一个伫负责伦敦。那么，请问台湾有无？当然有啊，毋但台湾有，香港嘛有呢。所以，若是想要赢即场的这个战争，咱需要有这个陆海空三军的合作。就连这个属灵国度嘛是共款呢。毋过圣经当然无讲到属灵的三军这个字眼啊，
总是呢用三棍的概念来理解圣经中的概念是，确实有真大的帮助。伫属灵的经济的中间，教会就是上帝陆军的部队，网络的智慧以及媒体就是上帝空军的部队，漂洋过海这个宣教师就是上帝这个海军的部队。伫这个属灵的征战中间，教会就是上帝陆军部队，天使就是上帝空军部队，宣教师就是上帝海军部队。那么陆军部队要开始征战的时阵，拢着爱先派这个侦察兵，看头前有这个排伏啊无，去侦测伫涂骹有带这个地落去啊无，那有爱去清清掉。亲像摩西要入去这个迦南地以前，有先派12个探子，约书亚要去攻耶利哥城的时，嘛有派2个探子呢，要看因会对着啥款，因的城墙偌悬偌坚固。所以祈祷就是伫做这个铺路松土的工作，这是属灵战争上基本的这个动作。那么，但你的这个祈祷有3个特色，真值得咱来学习的。头一个特色，祈祷是伊的这个生活的习惯，毋是一个宗教活动。伊毋是例行公事伫读这个祈祷文尔呢，伊是时时刻刻真正的祈祷，无受这个环境的影响。但伊上出名的故事，就是因为无放弃祈祷，互人迄落伫这个一阵妖孽灾害中间，却无受到伤害。搁较大的这个阻止也无法度切断伊甲上帝中间的这个通路。第二个特色，但你无照家己的意思来伫祈祷，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祈祷的。等于受了到伫巴比伦，伊读到这个先知书。耶利米的这个预言，讲到这个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了后，会搁倒转去这个耶路撒冷，伊的国王来徛起。那么到了70年满的时，伊就按照圣经的预言来祈祷，伊要体现上帝伊家己的答应的话。那么咱的祈祷是照圣经的话来祈祷呢，还是按照家己的意思去祈祷呢？若有真正有心的祈祷，就要温群读圣经，注意上帝英文的话，甲圣经中的预言，因为这真正是有功效的祈祷的基础。但今仔日已经接近伫这个末世这个时阵，有关末世预言，最后说伫这个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讲啊真清楚。马太福音24章14节最后所讲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百姓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要到。所以咱就要提醒上帝，这个普天的也有啊，包括咱台湾呢，万百姓嘛是包括咱2300万的贵族之亲呢。所以咱就要祈祷台湾全民信主，末期才要到。阿门。第三个特色，但你的祈祷是付出代价的祈祷，伊用到3礼拜的时间来禁食祈祷。但你知影，有时简单挖过祈祷，抑阁是无够起来，需要禁食来突破黑暗色的这个捆绑，所以甘愿牺牲肉体上这个享受，愿上帝旨意来得食。有一摆吼，最后说学生。是要去医治一个患到这个低保den的一个囡仔，就是无法度来医治伊，所以最后所简单用一句话尔呢，迄个囡仔就得到医治。学生感觉到真奇怪，因为最后所已经有将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官兵手术给因，但这学生嘛医治过真侪人过呢。为什么这回对这个患到低保den的囡仔无效呢？咱做来看，最后所安怎回答，就所讲吼，这种鬼若无禁食祈祷，伊就唔出来。
所以对但以理的例，对最后所的教示，以及最后所实际这个示范，咱知这个禁食祈祷是互开来的这个属灵的武器。当初代教会因知影这个禁食祈祷是有大开来的属灵的武器，所以呢，因伫常常咧操练这个禁食祈祷。所以无论伫选这个同工，还是找欠这个宣教士的时，因拢大声做禁食祈祷。所以就常常看到神者伫因的中间，逐日拢有人咧信主。但今日的教会已经忽略这个属灵的武器。伫这个接近末世的这个时阵，咱就爱过来，搁较爱来操练这个禁食祈祷这个武器。禁食祈祷毋是咧表现一个人有安尼诚敬虔，伊的属灵有安尼诚悬。咱的最后所祈祷，呼叫咱禁食祈祷，是要互咱较谦卑、专心的信靠伊，最后所才有办法来使用咱。伫旧约有一个先知亚利米，伊责备以色列百姓讲：恁所拜外邦神的这个数目，甲恁城池的数目同款。恁所去的这个祭坛的数目，甲耶路撒冷家市的数目比多，所以伫台湾所拜的这个神明的数目，可能较济过台湾家市的这个数目。台湾所起造的这个庙寺的数目，可能赢过台湾家市的这个数目咧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的精兵。有的人是伫前线伫征战，有的人是做后勤的这个补给的工作。那么，这场的征战，人人拢有责任。伫后方的人，就爱学习但以理，主动谦卑、规律、禁食祈祷，无受环境的影响，都爱坚持继续祈祷，都爱牺牲肉体上的这个享受，直到看到上帝旨意伫全美国、伫咱的台湾得到成就。所以，愿上帝伫全美国、伫全台湾得到伊应该得到这个荣耀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我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。我已经祈祷到主面前，我要困求你，我要踮伫破口中间，伫遐我困求你。每一摆我祈祷，拢要等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通做。每一摆我祈祷，大山向千山，道路不破壁，互你个归人你。就是我愿足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归难。用你亲切的手引带我，那就是我的归难。每一摆我祈祷，拢要等你的手，祈祷做主，我的手袂通做。每一摆我祈祷，大山比千山，道路被破壁，互你无归你。每一摆我祈祷，拢要当你的手，祈祷做事，我的手袂通做。每一摆我祈祷，大山被千山，道路被破壁，互你个归你。阿们。这条咱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我对但以理书，互
阮来笑念、来思想，最后所基督的教示，要安怎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者。伫这个但以理的例内底，最后所的教示，以及最后所是坐这个西湾内面，阮知影敬虔基督是大有能力的属灵的武器。当这个初代教会因知影敬虔基督的大能力的时，因就常常咧操练敬虔基督。无伫选当工，咧车检宣教书的时阵，伊拢会晓先敬虔基督，所以就常常看到新约伫咧中间，日日拢有人来信主。但今仔日的教会，确实忽略了这个属灵的这个武器咯。伫接近末世的时阵，我们更较是爱需要操练这个敬虔基督，这个属灵的武器。但敬虔基督毋是要表达一个人我哩真敬虔，伊的属灵有我哩真悬的。但最后所呼召阮敬虔基督是要互阮更较谦卑，专心来倚靠伊，咱的主基督照办法来使用阮的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现在我要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来祝福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来祝福美国这回这个总统的大选，会当选出合上帝心意的这个总统。互美国会当过着一个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、国泰民安、互世界和平的这个生活。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。阿免。这点牧师要甲恁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、甲怜悯。最后所基督的恩典、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好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网络的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。咱望伫后回，搁一摆伫空中来见面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大家，一切拢平安顺利。再会。